陈玉，陈玉，陈玉，你怎么了？陈玉，怎么那么久啊？真是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这是大我出场了？陈玉，我来了！醒醒啊，陈玉！相爷，陈玉，哎呀妈，这还需要我不？相爷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这身子骨可真不行啊！凤芝，你快去叫人把他送到医馆去。老大，那个打晕的打晕，支走的支走。那你现在去找，找到了在路上接应我。好。陈玉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真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千万别有事。这才会这么远，我快不行了。这样捉弄的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公主，陈玉，你醒了。公主，你将我放下来吧。陈玉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对不起。本公主，公主，我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得亏你没事，我任务还没完成呢。你到底是谁？丑时，糟了，已经丑时了，我的千面玲珑功马上就要失效了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开溜。欧阳大夫，你看相爷刚刚醒来，也不适宜再折腾了，不如今天就让他留宿在此处。要是有什么事，欧阳大夫也好及时诊治，是不是？这是想走？公主，我口渴。我给你们倒。哎呀，这壶里没水了，我去打啊。哦，不必，我这还有一壶，满的，给你。我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个水凉了，我得去烧。不必，我这有炉子，我给你烧。哎，我谢谢你全家。公主，我就想让你陪陪我。不行不行，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得赶紧离开才是。相爷，我一路上背着你，着实有些疲惫了，我想先回校府了。
公主说的是，若是疲惫了，便不用费力恢复了，不如与我一同在欧阳这儿借住。欧阳，还得劳烦你将后院收拾出来，被褥要丝绸的，火炉要架好。我与公主今夜就此叨扰了。没问题，这公主就安心在我这住下吧。我这可是全城最好的医馆，这王侯将相生病了都到我这住。哎，小民尽当好生伺候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再耗下去了。相爷，既然要在此留宿，那我先去洗漱一下。公主，我陪你。相爷身体太弱，我怕你掉井里。公主身体太疲惫，我怕你走不稳。相爷，我突然头有些晕，我去找欧阳大夫。床铺收拾好了，二位可以入住。还没完全收拾好，我再收拾收拾。傅宁婉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相爷，看样子已经好了，我正常也不晕了，我先去休息休息。哎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人呢？出去了。这个府尹绝对有大问题。相爷，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啊？凤芝，你有没有觉得陈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？没有吧？就感觉他整天都在看书，还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不对，陈玉，他好像会武功。我有什么方法，既可以不引起他怀疑，又能试探他到底会不会武功呢？习武之人的身体一般不都很健硕？可我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去扒了他衣服看吧，这不成耍流氓了吗？那如果不是光天化日呢？你们不是夫妻吗？你是说？你是说，福音公主身上有一处胎记？对啊，就在左胸处啊。左，就在锁骨以下，我都画下来了，就在这儿。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办了。相爷今日身体可好？托公主的福，有好也有坏。我房房间间太冷，漏雨。太冷？今日不冷。有下雨吗？哦，房间漏雨确实不太好解决，不如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，共同取暖，如何？公主今夜来我房间同住，同榻而眠也可，共同取暖，如何？
所言甚是。我们晚上见。